来讲用啊海生，我个头家已经讲过了，我该条件啊，随餐而开呢。爱在呐，个唐伢个话个意思，你就敬酒，唔说得说法酒。哎呦，你呀，何年来何啊你呀，来相啊天哪，你唔堂啊哪用，风来有天哪。来庄家啊，娘啊，房啊，体妹呀，天哪！你唔愿就冇个乖呀，外边那面呐。可惜天啊你莫讲你，被爱离开，爱切不义，莫用权力来压人。我把那个怕啦，你那的呀。哎呦，天性哎！这一堂啊，一大拳，怒火气，好言相见啊哈，像个狗大屁，太上提上，你敢通吐？爱你呀，心那娘啊，呀用啊，阿父，嘿，俺们打，真见我爱用兄，那个真的要打哎，那个打就会了。但是，哎呦，真是啰嗦，没路用的东西。来呀！老杨快神，让我大不的死！哎呀，你讲讲嘛！小人呐，小人就是太努力，也蛮把多救人命，且不用你来担头，做鬼唔会骗过你。头家会真见，样板呢？怎样办呢？亲像，什么啊？哎呦，莫单有讲事情，让我散开了，散开了。哎呦，这还有头戏啊，还忙死啦！哎呦，夫人呐，免我讲，给你小可来高兴就好嘞。你呀哈，哎呦，叫我伢事情的嘛。抢唔得哇！啊无胆要讲事情，个事情让我成功啊哈！哎呦，只有促上天，也无事啊，还在讲乜个东西啊哈！哎呦，大家哦，做无路用的东西，太实在哟！哼。
福嘅，啊，咱起嚟啱啱做乜啊？啊，結果咱係看海鮮啊！哦，條家啊，唔好咧，樣啊，去整件糖衣嘅啊！家啊，不用講喊跳戲啊！見我用個實，我用飯啊！錯啊，用吉實啊！見啊！想到咧，阿福啊，也四邊做無人啲啊位哦，嗬！俺係嚟想嘅辦法，一辦法嗬，一辦法。誒，你公本啊？哦，你去判點啊？哦，你嗌就一拍，嗌就一拍，哦開成，一下兒就莫怪我係唔係我害兒嘅，啊嗬，姨媽莫怪我不娘啦嚇，中國一句嗬，姨媽為到我莊家嘅自信，你啦，我呀會好好照顧人嘅屋企人點麼？唉。强明之父何时见？开山嵩山之祖先，一梦祖先保佑，一生不欠，一生不欠丰年年。相爱玉兰已經有神風嘞，今日3月初3，清明祭祖，海神擔心愛太過操勞，嫌愛太在家中就好。伊呀，對愛總係百般嘅體貼。雖然神法係屯人主田工作過年，故粗茶淡飯一家嘅和樂，我也千萬足嘅。奇怪，已經過嚟當主嘞，為何海神還慢回來呀？玉蘭啊，玉蘭啊，玉蘭啊！哎呦，阿福哥，用班呢發生乜嘅事情？太事唔好嚟啦！乜嘅事情唔好呀？你家開神，海神用班，你家開神，你家海神用班，唔夾講啊！你家開神用班啊！跌落坑下死體嚟啦！我唔信，我唔相信，我來潛海神，我來潛海神，海神，正件係最托夫人事嘛！
我想得到，根本也按夺命。用啦，也莫过头的伤心，以后的日子你还爱哭啊！爱生这位，你呀就要为自家打算，把为伢生日呢，还一摆可以打算啊！海生忽然间就走了，将来的日子，我也唔知样办怎好。哈，对呀、这个神法完全在靠伢海生，阻碍嘅天体工作赚钱，海生也是嘅。看有样办高义的啊，对耶，用啦，冇按你好冇，往后呢，你平日转来去，你拿木卡帮我做路边，呀，冲啦！样办做得呢？有妨嘅事情，你啲拿木卡。也唔一定拍实拍黑啦，这，唉，什么样诶？那就通调家嘅安排。好，安尼就唔是客气咯。好，阿伯，哎，等一下，你到街路头，你两个请到人，好好来处理海生的后事，对么？晓得头家。好，多谢调家。准备海生啦！海生。
那山那春后啊开呀。金地啊，叶啦破啊，莲地啊，枝啊，山屋啊，油啊，布啊，田子啊，菜呀。阿妈，唔知我係生男也生女啊？夫人，係少爷啊！哈，真是嘅，太好了！cái nhúc蘭嚟，玉蘭啊，係奶耶！哦，阿媽呐，少人南來幫我看，夫人，少爺記，點樣辦呢？少爺記，因為夫人而做山，少爺報唔出，已經少人樣辦？嚇嚇，已經了解咧。係你夫人啊，你漢白窮家難再生育，難再生育。本堂我自然年，心大埋可能，心意呀多啊個，女神啊神啊！阿媽，難再生愛娘啊，煩啊！當家那見啊無曉啊錯夫人，你莫再傷心難過什麼，每天還有機會再發有神空啊！機會啊！哎呀，想盡辦法，好不容易上有神空，冇想到到頭了，也係空歡喜一場。機會，我已經就難再生育了，全部就無機會了。夫人啊，就算男兒做唔得發有神空，你做得想其他辦法，就像啊，你做得音容汗流動動。你有，
错，你阿妈，你做得人来添帮忙么？夫人，你爱来帮忙个忙，是什么房？今日今後就無法夠再生育咯。本來唯一嘅希望也已經冇了。莊家難道從今以後真是再無後嗣嘅麼？呀，唯一嘅辦法只能將玉蘭嘅生意呢老少爺嚟調換，也件事情一定會暗砍玉蘭哦。就骗佢，講家嘅生意呢已經有借咧。阿媽，你做得讓我添幫忙麼？哈，夫人啊，你是講要生意來搞我？我總得按樣去做。哎呦，阿媽呐，嗰啲啊，對我嚟講係一個真好嘅機會。我拜託你啦，只有你啊，能得讓我添幫忙啦。夫人啊，也千萬使唔得，人講阿奴在咩也有碰，總有一日會啊。哎呦，阿媽呐，你唔好講，跟我唔好講，就冇人會知呀。你啊，哎呦，阿媽呐，我求你啦，你可憐可憐。夫人啊。